作者總天元太公望，第千禧種，董祥。神界或人間出現《西遊記》入面的孫悟空變身，大家最好用真身出入境或用真身行走各地方，因為神界將會捉人變人，或者現今已經難管制。為了各位的人身安全，我設計了神界的 X 系統，只要非凡入境或經過神界，每秒天眼掃描出現神界 X 光掃描的種類變異，或神界 X 光掃描出現不同人體染色體，神界藍卡身份管理者會立即送出2張白卡，或 X 系統就會即刻送出2張白卡。2張白卡會存在一個空間監獄等待檢查，若神界查證沒有問題可以放行，若有問題按神界律列增加白卡數量。2張白卡是檢查，3張白卡起就會限制生活，直到年期到變為原卡採自由。